进前检调去查到一个这乌道的军火库，内面竟然有国军的防空武器、刺针飞弹的发射筒。对查落去，真有可能是对孤山陆战队陆来的。昨有派人去敲，也约谈5名被告，其中1名是上卫情报官，1名是士官长，也有2名中士等4个人，落尾拢去放声压。那海军陆战队指挥部是表示，确实有刺针飞弹发射筒拍无去，会配合调查，也会处罚一寡涉案的人员。靶弹发射。国军官兵以刺针飞弹锁定标准，精准拍到。军方今年7月才进行新疆操演，展现精准打击的火力。今嘛刷标出海军陆战队662里偷卖军用品的案件。上新一个刺针飞弹发射筒，哪像是流出去？检调顶一日查到一个乌社会军火库，发现大量新型现役的军用品，透过追查甲清查配合，确定是为孤山陆战队662里流出来的。一个上尉情报官，一个士官长，甲2个上士有真大嫌疑。讯后就其中被告1人交保新台币10万元，那其余的被告4名的部分，那认为涉嫌贪污治罪条例那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海军陆战队指挥部回应讲，经过调查，确实有98年一个双连装刺针飞弹射击了后的发射筒，会配合调查厘清，也若涉法的人员会严办。刺针飞弹有几啊种发射的类型，尤其是经射式，在即届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是真出名，方便炸来炸去，会当单独操作，而且较袂互发现。射程上远有甲4800公尺，是亚战防空真好用的武器。国军想要买已经真久啊，咱甲美国采购500粒经射式的刺针飞弹，面临交会延长的问题。美国今年透过无偿军援，5月份交一批经射式刺针飞弹来台湾，不过剩的飞弹可能都要到2025年才会当全部交会。学者表示，台湾目前有双连装甲阿帕契空射型刺针飞弹，若经射式的，可能会当补充台湾防空最后一道防线。我们透过各种类型的刺针飞弹，当然还有我们其他防空手段整合，可以很有效的去协助地面部队去建立一个保护地面部队不被攻击机或者是直升机攻击。这一类的精准弹药，其实它需要非常庞大的数量，所以即便我们目前是要向美国取得500枚，就是各250枚嘛，但是就建军的方向来说，其实未来还会需要更多。学者认为讲，台海若爆发冲突，刺针飞弹唔免等到城顶前才用得到。在战争的初期，就会当反制解放军直升机机降突袭，阻挡解放军兵力登陆。记者综合报道。